好，我係楊明霞醫師。踏入芒種呢段時間咧，大家應該會覺得天氣悶熱嘅情況咧越來越明顯啦。有唔少人同我講咧，佢特別容易生啲痱滋啊、唇瘡啊、暗瘡等等，甚至咧影響佢哋嘅睡眠。咁呢啲熱氣嘅情況咧，其實都好困擾㗎。咁今集咧食養生心呢個節目咧，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有啲咩食療咧可以幫助大家清熱氣之餘咧，咁但係咧又有養生嘅作用㗎。熱氣咧其實係中醫嘅術語嚟嘅，主要係形容陰陽唔平衡嘅一個情況。咁我哋有分咧外熱同埋內熱。所謂外熱咧就係同外邊嘅環境有關啦。如果我哋去一個地方，咁佢譬如係熱帶嘅地方，非洲啊、新加坡啊等等呢啲地方咧，咁其實咧佢因為天氣好炎熱，咁個人咧會覺得異常咧容易係感受啲暑熱嘅情況。咁另一方面咧，香港屬於亞熱帶嘅地方，咁夏天嘅時候咧，都會係既濕且熱，戶外工作做嘢嘅時候咧，有時都會因為咧呢啲暑熱嘅天氣咧，而有中暑或者係感受到啲熱邪嘅情況。咁呢啲係外熱。另一方面咧，內熱其實係我哋身體咧所產生嘅一種熱氣嚟嘅，有分虛火同埋實火之分。所謂實火咧，頭先講過啦，熱氣咧係陰陽唔平衡嘅情況。正常咧，如果呢個陰呢個係陽嘅話，陰陽平衡咧，咁就唔會有病啦。咁相對嚟講咧，如果嗰個人咧係有啲實火，有啲熱氣，即係譬如個人食咗啲肥膩煎炸油膩熱氣嘢啊，咁有時有啲捱嘢啊，有啲人煙酒過多咧，都會令到咧本身個陽氣升高，因為咁樣咧而出現一啲實火嘅情況，個人咧會容易係生啲痱滋啊、唇瘡啊、暗瘡啊，個人異常煩躁、滿面通紅，甚至咧個人會有啲尿黃啊、便秘等等呢啲情況咧，都係一啲實火嘅症狀嚟嘅。而虛火嘅話咧，就係當我哋陰嗰邊少咗，陽嗰邊相對嚟講多咗嘅話咧，就會出現一啲陰虛火旺嘅情況㗎。個原理咧就係好似我哋打邊爐咁樣，個鍋好興，咁個水咧越來越少嘅話咧，就會出現一啲煲乾水嘅情況噶啦。如果我哋身體咧有陰虛火旺嘅情況咧，通常咧就會係有潮熱啊、盜汗啊。咩叫潮熱咧？就係我哋一日當中咧有一啲固定嘅時間咧，係突然之間覺得咧個人發滾發興，嗰個時間咧大概係1分鐘至5分鐘左右。呢啲情況咧其實多見於更年期婦女嘅。另外一方面咧，盜汗咧就係夜晚瞓覺嘅時候咧，自己無端端流汗，第二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會突然之間覺得咧成個被啊、自己啲睡衣咧都濕晒。咁呢啲叫做盜汗。盜汗嘅盜字咧就係盜竊嘅盜，即係偷偷地流汗嘅意思。咁呢啲都係典型嘅陰虛火旺嘅症狀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如果係面嘅話咧，就會出現咧 Apple 位呢個位置咧係特別容易通紅，我哋叫做兩拳潮紅。有時會覺得手心、腳心興啊、心口興啊，呢啲叫做五心煩熱。咁唔少人咧會因為捱夜啊、情緒壓力，甚至咧有時少飲水咧，而導致有啲陰虛火旺嘅情況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係有虛火嘅朋友咧，不妨咧有時飲啲水或者係飲啲蜂蜜咧，都可以幫助咧緩解陰虛火旺嘅情況嘅。咁平時咧有唔少人咧一有熱氣嘅話咧，都會食啲24味啊、龜苓膏啊，甚至係即係亂咁喺一啲藥房嗰度咧執一啲清熱解毒嘅一啲中藥嘅。其實咧，如果我哋係咁嘅情況咧，好容易咧係傷我哋本身嘅陽氣嘅。頭先有講過啦，陰虛火旺就係陰少咗，陽相對嚟講多咗。如果我哋突然之間咧食太多嗰啲寒涼嘅嘢咧，嗰個陽氣咧相對嚟講會少咗。雖然達到陰陽平衡，咁但係咧佢係低水平嘅陰陽平衡。個人咧到咗冬天嘅時候咧，就特別容易手腳冰冷同埋怕凍噶啦。所以清熱嘅嘢咧就唔可以亂食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會介紹一款既美味又可以養生，同時咧亦都可以喺夏天呢段時間咧幫大家清熱潤燥嘅食療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介紹嘅夏日養生湯咧，就有以下嘅材料，分別係有白菜乾、陳皮、
淡菜同埋無花果。首先講下白菜乾啦，白菜咧有好好嘅食療嘅作用，佢可以清肺熱之餘咧，亦都可以清胃火。咁清肺熱嘅話咧，其實我哋有時咧，如果係突然之間喉嚨確確地啊，或者係有啲即係黃黃地嘅痰嘅話咧，我哋可以煲少少白菜乾嘅水咧嚟到幫助清一清啲肺熱，改善翻呢啲症狀嘅。咁如果咧有時有啲胃火牙痛，即係譬如牙肉腫痛啊，或者係覺得容易生嗰啲血泡啊，或者係口瘡等等咧，煲啲白菜乾咧都可以幫助我哋清胃火所導致嘅症狀嘅。另一方面咧，佢可以通利腸道嘅，因為肺熱咧所導致嘅大便不暢嘅情況咧，都可以用到啲白菜乾咧去改善腸蠕動嘅。我哋平時咧習慣係單係用白菜乾煲湯啦，亦都可以加埋新鮮白菜嚟到煲湯，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身體嘅肺熱啊，或者胃火，甚至係大便秘結等等呢啲情況嘅，係一個好好嘅食療食材嚟嘅。呢啲白菜乾咧係我自己咧喺屋企曬嘅，做嗰啲白菜乾嘅話咧，就係揀秋天嘅一啲白菜。咁秋天嘅白菜咧，一般嚟講咧偏甜一啲啦。咁同時咧，因為秋冬天氣咧比較乾燥一啲，咁曬乾咧係比較容易嘅。揀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聞一聞佢。有少少白菜嘅清香同埋甘甜咁先好嘅。如果你聞到一啲霉味啊，或者係一啲酸味啊等等咧，呢啲都有機會咧係佢曬嘅過程當中咧曬得唔夠乾啊，而導致咧有啲潮濕發霉嘅情況。揀白菜乾嘅時候咧，記得咧色澤咧係偏淡黃色一啲啦，或者係淡金色。我哋講叫金銀菜，金銀菜就係白菜乾咧，其實係偏淡金色，而新鮮嘅白菜咧係偏銀白色嘅。我自己就習慣咧揀啲有大棵細棵，咁其實人都係啦，有高矮肥瘦，咁你如果係太過一致嘅話咧，其實就唔太自然嘅。其實白菜咧係一種好特別嘅一種蔬菜嚟嘅，咁佢係屬於十字科嘅蔬菜。逢親十字科嘅蔬菜咧，其實係特別容易係俾蟲蛀嘅。有時你會見到有少少黑點呢啲位置咧，咁其實咧你聞一聞，如果佢冇一啲霉味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少少黑點呢啲位置咧係有啲天然嘅氧化，咁就好似蘋果咁樣係正常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值得講一講陳皮啦。咁我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咧，陳皮咧可以幫助我哋健脾燥濕啦，同時可以理中和胃嘅。平時蒸魚咧，我一般咧比較少加薑，我就會用陳皮，因為咧靚嘅陳皮咧其實不單止可以辟腥，咁同時咧可以係平衡翻魚嘅嗰種寒涼嘅。陳皮嘅果香咧，其實可以令到咧海鮮咧佢本身有提鮮嘅作用。揀陳皮嘅時候咧，就唔係越黑越好嘅。坊間咧其實有時咧想扮一啲好耐嘅陳皮咧，就會用好多嗰啲染料啊嚟到染到好黑。咁但係其實咧真正嘅久遠陳皮咧都未必一定好黑㗎。即係好似呢個大概20年以上嘅陳皮咧，你可以見到咧，其實佢仲係有淡淡嘅啡色嘅。睇下佢究竟係咪有一定嘅年份咧，就一定係要搣開去，係啦，將個陳皮搣一搣開去，聞一聞。如果真係好耐好耐嘅陳皮咧，咁佢中間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特別係有鮮香嘅。咁陳皮咧，其實我哋用嘅時候咧，只係用一小塊就 OK 噶啦。咁食用嘅時候可以即係搣碎去，用暖水浸一浸，刮一刮個囊咧，咁就可以用得噶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食材，咁佢叫做淡菜。淡菜咧性質偏溫啊，咁所以咧佢可以燉勻翻咧白菜嗰種寒性，咁同時咧佢亦都係有養腎、滋養腎水嘅作用，佢亦都可以養血填精嘅。平時咧，如果係夏天呢段時間咧，我哋心氣當令有心火嘅人咧，有時滋養腎水咧，可以令到咧個人冇咁燥，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身體嘅。咁喺揀淡菜嘅時候咧，盡量係揀一啲比較大啊厚肉嘅淡菜咧，先至係最好嘅。你聞落去咧，其實係有鮮香嘅。
係啦。咁你煮嘅過程當中咧，其實我習慣咧喺即係焗湯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先用油爆一爆佢先，咁再加入啲滾水咧，佢會令到咧成個湯咧會更加鮮美一啲，咁同埋咧有即係比較白白地嘅蛋白質嘅顏色係好好睇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無花果啦。咁呢度咧有3種唔同嘅無花果，其實揀選嘅過程當中咧要注意翻，唔可以揀呢啲咧比較青黃色嘅。逢親青黃色呢啲咧都係未太熟，你聞落去咧都有陣酸酸地味嘅，煲出嚟嘅湯咧會有啲酸味嘅。咁所以咧大家揀選嘅時候要特別注意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亦都係唔可以揀啲太黑嘅無花果，因為太黑嘅無花果咧佢就係太熟啦。太熟嘅無花果咧，你煲起上嚟咧，咁佢會有啲噏濕味嘅，就冇咁好飲嘅。其實如果係偏深色嘅無花果咧，佢啲滴咧都比較黑色一啲嘅，咁所以大家注意翻啦。咁我今日咧揀選嘅呢個無花果咧，就係最靚嘅一啲美國無花果啦。咁揀無花果咧，佢除咗色澤咧係淡黃偏啡少少啦，咁佢滴位呢個地方咧，其實你見到咧好新鮮嘅，佢唔會係有啲發黑啊發霉嘅情況，咁先至係最好嘅無花果，即係佢係新鮮摘落嚟嘅。無花果咧有好好嘅食療作用，佢有好好嘅潤肺嘅作用啦，同時咧亦都可以清熱生津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亦都係可以幫助咧上利咽喉嘅。如果有時咧我哋喉嚨咧有啲唔舒服，有啲喉嚨咳嘅情況，飲用一啲無花果咧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翻喉嚨乾咳呢個問題嘅。如果因為肺熱而導致咧大腸濕熱嘅痔瘡情況咧，飲用適量嘅無花果咧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痔瘡出血嘅情況嘅。咁我做呢個夏日養生湯咧，其實非常簡單嘅，就係將所有嘅食材擺落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杯裏面，咁用滾水焗佢大概3個鐘頭，咁就可以飲得噶啦。咁等我同大家總括一下今日夏天養生湯嘅食材啦。咁分別咧就係有機嘅白菜乾、20年嘅陳皮、野生嘅淡菜同埋有機嘅無花果。咁呢啲咧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話咁快咧，呢個夏日養生湯咧已經做好咗啦。等我試一試先。啲白菜乾咧好鮮甜，咁同時咧係有淡菜嗰種鮮味啊！等我試下呢啲淡菜先吓，好好味啊！餸飯一流，大家不妨試一試啦。細個嘅時候咧，爺爺第一次帶我過馬路嘅時候，我就問：點解車體嘅紅綠燈咧係要有紅色、黃色同埋綠色呢？咁爺爺咧就同我講話，紅色就代表停止，綠色咧就代表前進，而黃色咧就代表準備前進或者係準備停車。咁我就問爺爺啦，點解唔淨係紅色同埋綠色呢？咁爺爺咧好有耐性咁樣答我話，路面嘅情況咧其實好複雜噶，車行得好快，咁如果咧淨係紅色同埋綠色，咁車咧冇足夠嘅時間做準備嘅話，就會釀成危險噶啦。咁相反咧，如果係有啲準備嘅時間俾佢哋準備停或者係準備開車嘅話咧，都會令到咧交通會更加順暢，會更加便利嘅。咁人生都係咁樣嘅，唔係淨係橫衝直撞就得。咁我哋咧都係要有停一停、諗一諗嘅時候，諗一諗下一步應該係點樣，反而係會事半功倍嘅。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，佢係一位好有智慧嘅爺爺。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，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，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，令更加多人受惠。終極目標咧，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慷慨解囊。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食養身心呢個節目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。咁如果咧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，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， 或者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，都歡迎 inbox 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，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。